謝謝歡迎兩人到底嚟邊咧學嘅節目，未記琴日聲咧唱嘅時候多聲，而家臭氣冷氣。感謝各位聽眾都係想聽這禮拜邊咧學勁，講有條你冇幫助節目，這個禮拜咧我俾介紹我哋特別嘅邊就係老椒到對嚟我哋都歡迎。哎呀，未記佢哋聲，sorry，講句，佢話你佢哋聲歡迎我哋都。Hello。了個有老椒後屌等幾暝了誒，阿龍歡迎。係。愛困了未？唔知愛困。欠8。我會等咯。咩意思老闆啊？我依家會等咯。我會等個，我會畫。然後個有老椒啲人變歡迎。大家好。印度你印度得幾個？我呢是我的咯，南方北邊。Mumbai，哦 ，OK。แล้ว你以後講緊話會同佢講 Hindi 啊，大平時。有大平時講 Hindi 嘛？係啊，平。你未曉咩句句咩？未曉啊？一個兩句。冇啦，人都嗰陣時話嘅啦，正規8種嘅。係啦嚇，特別咧你冇學淡薄乜啊？你冇學就一句兩句啊？抄話咩冇學啲啊 ？Namaste。哦 ，Namaste。Namaste 了。你曉啦。你見到你擺冇我就幫下我就 Namaste 呢。你又咁講阿冇啦，我再叫學練啦。冇啦，你話俾我就等我白話冇啊。蒙鬧啊！有見架樓嚟咪上能看到。John，你話你白唔掉啊？就 actually。John。OK，你頭晚你多頭整你隻筆啊？actually 是愛多了後尾。哦。你是叫咩？你買 backbone。你話要一個 portion 是無相 color 嘛？叫 key pattern。都到咗卡車誒，多類 back 嘅。try 誒，真係到咗嘢咧。搞啦，OK。然後真係然後你頭先應該是掉啦然後 just 按看擠落去，所以話你擠落去是伊會開起來，上加一條上面一條殼嚟看嘅。阿 John。阿 John 你叫你那話，路人好啊，會記住後面嘅。等陣先，你就叫豆嘅你講咩？阿 John 你 send 即group 嘅 link 河南西，我 send 你條。OK，อันนี้ว่า會介紹了個老問講個 GP 或者個講到話。你咪叫 online 啊 ？Shit! Oh my god! Shit! online 個啦，未叫。問我拉個，我講啦，講住下面。然後on了。哎呀，歡迎各位聽眾，這禮拜我用講你講咗咩？點啊？唔見你。什麼？你可能叻來哦。我叻3 minutes 啊嘛。搶嘢啊！我實是個未記 YouTube 會未記搶特別。是。啲未記啫，subject。我睇話啲 procedure 啲 producer 啲嚟啊。係啦，咁事啊。豆嘅是我 producer since day one。豆嘅都聽落估啊，你按咗除掉啊，豆嘅。The Star。你是到 The Star 講。The Star 會聽起啦。你講乜事啊？你唔是 The Star 會聽起啊？我冇 never join until 2 years ago 啊。我講聽啦，等我介紹啦，我夾邊先，你按佢歡呼我講 about The Star 嘅物件 ，OK？當今時佢啊，錄掉。個有老椒，豆嘅咯，攏係啲豆嘅先，豆嘅我 producer 咯，豆嘅，了個有啲啲印度啲啲片，了個有古唔是博雅玲，是博雅玲哦，是哦，博雅玲歡迎博雅玲，了個有隻老椒一擺正古博對來啊，豆人對來。你係十米辣讚歡迎 ，Hello，
嗱，真耐啊！因為你手嘅 tattoo 你 sleeve 有冇看？即新嘅喎，你就估啊，我冇看過。我做過一半，我接起來。哦，你話估啊晒？我舊年做嘅啫。哦，到底發覺去做啊？我發覺。哦，這邊等陣，快啲。我屌，即係你個 design。我計講我係腳畫。哦，這邊是腳畫講咩意思嚟講我聽啫？水嘛，伊 battles。伊畫板。開嚟就水。QQ 嘅咧。你後尾係影啊？愛。後尾是款咯。款 ，OK。做一半時候我。伊講我你用錢大哦，你第一日tattoo做半支手。我講我聽。誒，tattoo 是另外一個 topic，OK。好，豆人做另外一個 topic。แล้ว嚇，你冇รู้啊？這是冇一零啊？嗱，我講你考呀。冇啦，我喺度邊啊 ribs。哦，你看到？我有寫影啊，我寫到。你寫好，我寫好，不過咱 tattoo 嘅時你個寫話，咱講 tattoo 嘅 topic 時對嚟講好。好會使。OK，แล้วOK，所以下次見到300拉真啦，歡迎。แล้ว個有新椒來第一道了誒，鵝鳥歡迎鵝鳥。Hello， 大家好。鵝鳥係出邊，แล้ว到嘅 OK， 到嘅啦講你。เป็นได้ฮอกเกี้ยนได้โอเคว่า當今我人做工位 without going to too much detail 啦，我做工位嚇，有一年要做一道即成個即大 event 一個好 company 誒 creative 嘅人樣講 about creativity， 講 about 唔同嘅 topic ideas about 成個講一道是講安怎from 淡薄嘅 idea 變做一大嘅 impact 去，然後你物件。所以人 invite 我叫我講 about 邊啲學健，我做邊啲學健 podcast。所以我當然特別陪每人看。你人，尤其是你聽到就古嘅人啦，你感覺到講，你我 start 邊啲學健時，我唔是講要 start แล้ว會嚟做學貴世界人睇聽啦，我冇想呢，我 idea 冇呢大，我 idea 是想，就留咗拍球，叫我邊個嚟睇。แล้ว係你成日講伊個冇 plan 嘅。idea sometimes 本會變做成個大成個人，當今咪是人會歡呼人叫人講福建話啊，安尼款物件咪失傳去啊，咪失傳嚟福建話去啊，叫人俾保留掉人嘅福建話，款物件，係是 secondary， 但我再講我有一個impact 嘅是我個 start 用喂即個 opportunity 嚟做款物件，特別對路人。personally 啦 ，individually 啦，你若是講邊啲學嘅，若是無啦，無邊啲學嘅，你對會影響到路人家己嘅 impact 係咩物件咧？若是講路人講快講，若是講別人若是攞咩 email 啊，甲我講嚟講，我係使 hand 住佢 representation 嘅事。若是講你安怎 sometimes 做一項物件會 touch 到別人嘅 impact 到別人嘅 life 嘅。我講話配。你 sending 好男仔啊不？哎呦，背下 ，OK， 我當然 send 亂講你嗰邊。你 producer 感謝。แล้วลอง講下，是講無邊啲學嘅嚟講，你安怎？邊啲學嘅 impact 對你？Butterfly effect 啦嚇。我是安怎講啊？我不是只講福建話咯，因為我啲所不是講福建話嘛。So not only on the language side of things 啊，但是講無邊啲學嘅嚟講啦，你會成日個聽到。但是講10年前嗰陣時，其實你隨着邊啲學嘅是，個當今邊啦，是講邊啲學嘅即係 podcast 嘅 impact 對你嚟講上面咧，或者朋友啊，成咩物件你講下。邊學嘅本身係變最好嘅朋友咯，然後本筆又I mean sometimes 我要成個 last early of this year 我佢變咗 because 有 gathering 啊。你唔是米拉哇？咪有啲有啊，啲 last year 嘛？ last year 咩？唔是 this year。
那時就對啊，14個。哎呦，你問下弄我拍嘅我咩有幾時時話呢？問下咯，邊隻朋友問下咯。阿蘭，我特登冇這啲嘅。Oh my god！OK，我每錄嘅最 detail 啦，阿龍。我冇變咗學嘅嘛，我特登冇這啲嘅啦。安怎咧？但是我冇變咗學嘅話，我冇啲每度變嘢啊，我都會做冇上物件啦。我有可能個早啲變咧，係了，我有可能早啲變咧，故事一條，第二條是我都冇可能嘅目標，南西。我就冇可能會知道真正物件咯，所以我就冇可能，我冇可能會 end up 大啲韓國咧。哇！Butterfly effect 嘅話啦，因為我轉是因為 online 嘅，我聽 online 嘅，我成聽 online 咧，因為我隨便嚟嘛，我隨便嚟嘛，我成聽就 online，喺度冇變咗我見嘅，我聽 online 咧，腦你禮拜幾後了，我實變咗學見啊，呢個實變咗學見嘅時候，我就實聽，變咗。我啲每嘢成話，只所變做有意思有咗。Oh my god！ 變做我離開我厝無啲會有咗。我 individually 我 maybe 我叫你寫 blurb 淡薄，寫講你即係 from a language perspective 㗎。冇咯 ，language perspective 冇關係，而 language perspective 我只嚟自己本世界，你有做無做本，我不是相關。不，I mean 是 language 唔是 for you personally，language 是講 the。做咩事？benefit，我對我嚟講是，或者individual 角度嚟講，anyway presentation 差唔多俾5個月我特別 present 呀，到啲多一大一位差唔多，I think 有1000人嘅時候。啊，仲有 live presentation 係咩嘢啊？你係做咗啲，你係講係做嘢，你係講就往變咗是。即係 network 是冇嘢嗰度，即係 community 運轉時候是而家冇嘢。我是講這是這totally unplanned 嘅 result 啦。你 result 是 of course 是大過我自己我 start 嘅時，我冇想到講我係做到大嘛。我只 start 時直頭就做講啦，嗱講只鐵講啊，你一直頭做入去做一邊做，我感覺到我幾日行只 proud 嘅物件頭就就是只要緊嘅咧，就是講。話你記頭時話 interview 時話佢就講我被做學變咧學見佢就 cool again 啊，就我每特別學你學會話嘅時候講被 make 變咧學見 cool again。然後第二個就是人嘅 community 一邊就成啊，你唔知成啊一個 community 就掉啦，成咧變咧學見時變就成一個只大 family 去就。你 fan club 啊？唔是講 fan club 咯，冇成 anyone 就 involve 所以冇成個講成日講 fan club 嚟講時咧，有本啊 fan 你自己你 supporters 嘅咧自己有本有 friendship 特別，我 feel 到正，我感覺到真正成個我驚咧，成個我自己 produce a family 是啊。所以即係嗱，嗱是有蝦米物件，有蝦米物件，有你 impact of what？嗱是講我無實變咧學見咧，成日特媽阿龍講嘅可能，人即係物件都你成我可能都無想起啊。有，แล้วนำใจ加住住啊，舊嘅都唔白得咗。แล้วนำใจ所變做唔制有性格加事情樓嗰度。แล้ว家共都唔制住 group of friends 係啦嗬，應該掉。日本留意所變咗伊 end up 伊有可能伊當面做啲嘢，伊冇做嘢啦。係啦，應該掉。我每日我啲講掉，但係我做工嘅時候，人看你自己嚟講 job 咩做工嘅。我成日就講我係工有，特登有一個 presentation， 伊又叫我有請無上 celebrity 嚟個我哋公司人 creative community 講 about creativity， 講 about ideas， 安怎有啲 idea。A small idea turn into a big impact 呀 ，create big impact。有人叫我講 about 我邊嚟學見嘅 experience 啊，所以我就是俾每個人是講部邊嚟學見對路人嘅 impact 上面 ，beyond language preservation。impact 是我嘅 community 啊，定是 community 圈子啊，華語講圈子。圈子大咯，是真正大咯，是會使大家
成個 universal 翻去咯。定咩 maybe 你白你朋友是講，今日做工嘅朋友，同學，咁冇，朋友嘅朋友，特別把你教嘅朋友可能是免朋友介紹，咁樣咁樣介紹，除這邊教你係西白，是除咗可能除這邊教係西白，咁了你冇 suppose to 白你朋友都會白掉，你冇想掉會白掉嘅。我是拄着安尼車裝嘅人，安尼即係睇了是諗嘅咯，甲邊個嘅人講邊個福建嘅話誒，好啊！你是安尼，好我做我真係歡喜啦，因為我大啲英國這邊咧，我直接想諗邊個咯，邊個唔是干那邊個嘅物件就是了啦，各項是邊個嘅物件，邊個嘅方式，邊個嘅成個別人嘅人啊，無甲比較別人最較大嚇，比較別人無相咧，比較別人，我本捌馬來西亞嘅人喺這邊，甲比人無相甲別人嘅人嘅，別人嘅人就真有一種嘅款啊，唔知是干那伊個人嘅語言會數，還是蝦米啊？特別一直要 unique 就是咯啦。係啦，唔知咩事嗬。I think 你講是唔是邊啲人真正 nostalgic 啊？真正貪食。貪食แล้วก็真正 nostalgic I agree with that。講到貪食，講緊人是冇邊啲學嘅話咧，係會成啲做蕉嘢咯。蕉做就謝咯。แล้วโอเค啦夠啦 OK 所以重點咧咱係講做工嘅時候個讓愛講做工讓是甲你講無是甲你講嘅物件個啦講係咱講嘅物件因為我 OK 等陣 sorry 我個想到講物件我諗住想到這 question 是我在想到講人有一項物件接人就是就是別人學嘅我講邊啲學嘅唔是近嚟玩嘅，攞是人大啲邊啲，還是有白邊啲嘅方式嘅物件人，即係係是人，做咩事我特別嚇？我講我邊啲學嘅，咱下面物件冇使講掉，我講下面話題下面冇使講，我是指下面物件咪講就是 politics， 因為 politics 人嘅我背嘅物件就是俾做學人搞了 unify to preserve our language， when 我咪參掉。我咪咱會做咱搬開無啥物件，所以我咪講 politics， 唔是因為我驚注意啥物物件，但我是感覺到我嘅 focus 是專門要 unite 人有講別人學嘅話。嘅物件，唔是唔係被講人清差嘅物件。對。Yeah, so that's why 我我唔是講驚，咪講係咪？我是為咗咪喂，原來我。第要緊嘅物件是俾時候，人做個團結起來講福建話嘛。OK， 講了當今做工，就咪講做工。阿龍，來好，你 start。我做工做3股啊，那是9人啊。呀，你做工只長下點先啊？因為韓國是出名，全世界排第2，做工嘅點才第2。最排第1。Mexico。哦。Mexico。唔係日本咩？叫蝦米 ？Mexico 叫蝦米 ？Mexico 啊，叫蝦米？福建話，墨西哥。我嘛叫墨西哥，我嘛叫墨西哥嘅喎。墨西哥，係咪？墨西哥，成個講錯話你講咯。冇啦，冇講，以前墨西哥是你目睭西啊。墨西哥，是為咗歹聽誒，冇歹聽，你是 prejudice 嚟，冇歹聽啊，墨西哥。你西就唔是西啊。就是啦，即係韓國嘅所在啊，伊人就真正出名咧，伊人搞了，即拍片誒，邊個人真正骨力嘅嘛。對，我真正骨力嘅。因為我真係我 surprise 咯，我 surprise 咯，我時少時日本是排第1嘅喎，冇日本冇呢隻。韓國擺第1嘅，韓國有陣時真平，韓國你平時你做工嘅 hours 就真是直接。我嗰hours 是調燈。我有個人8點做工嘅，我是9點半做到6點半嘅。特別 OK 啊，9點半。
冇6點半間嘅。伊講是9點半到6點半，特別咧。伊甲你講，伊一個禮拜你做40點鐘工咯，特別基本上咧嗬，但係本是冚一邊嘅話，照我你做工做未了，我你做下了為止有條咧。哦，所以你會聽到40點鐘啦，伊是講就一禮拜，了你是拜一到拜五。伊要減嘛，伊同伊未減嘛，伊同伊未減就6點鐘去。哦呀，最夠咩？就是講。係咯，你要看公司咯，有啲公司啊，咱咪講名啦，時候 too much information 時候，係咪嘟咧？出名嘅 S 加出名嘅 L 啊，有個慘嘅就，有時個慘嘅就，因為我個無常講，我講啊，我被同咧位群入，我個有位更對出咗，我就跟住我嚟讀對語嘛，對唔對？我個啲 office 度，特別。大 S 加大 L 咧，嗬，是第出名公司嚟嘛，第出名嘅嘛，全世界分白嘅嘛。咁咧，嗬是 laptop 接 email 啦。你冇 email 呢個裏邊咧，你是俾佢哋 email 嘅。所以你特別 internal， 你特別你去外口，你直接Starbucks用 WiFi，你本俾佢哋 email 嘅。哦，你俾 even VPN 唔俾啊？俾一時 internet 嚟嘛。Alah, tapi VPN to internet dia. Hilang security, hilang kia. Yang security. Oh. Betul sih. Lu連 USB 都未用嘅就，連 USB 都未用嘅就，就講有時有內人不希望你，喂騎到喂夾嘅。咁你講有時你快俾叫你做就嚟報銷係，然後我俾夾要 graphic 嘛，我俾夾要小型 logo 嘅咧，我就表。有隻字咪講哦，我係一個 photo 啊，我幫你接出來嘅，我係一個 product 嘅 photo。伊是㗎，你嚟即講50 Mac 一條小型嘅，然後我8張，所以又話真係 high res 咯。但問題是，你寄下話咧，我已經等咗半成時嘛，對唔對？都我特別講到寄下你發嘅話咧，嗬，伊有咧咧嗬，伊本肥包，伊本袂使用應該寄㗎，伊定要放啲公司嘅 USB 裏邊咧，叫人 deliver 過嚟我 office。Oh my god！ Oh wow！真係麻煩嘅。有人講，係咯，你嚟咗你日都做時嚟做慣喺度，所以你咁做未得話，你無留啲 office 入邊，你根本都未 connect 到佢哋 server，你未睇佢 email，你未做慣嗰啲。哦。呢個公司就是真係 paranoid 咯，係你講。係 paranoid，所以因家己嘅人本身係講本嚟先。哦，你做，你講只是做40點鐘一禮拜，你正幫接你點做工點先做咧？你話啥？我特別名，我哋朝嚟做到9點咯。所以就講我愛嘅3點鐘嘅嘢，我嘅3點鐘嘅，我一禮拜嘅10點鐘咯，我是做50個咯。哇，正咯！特別你會使做時間嘅，你明日擺好條 advertising firm，特別唔知 advertising firm 就只係做公司，特別不是做個其他產嘅。你大經又好，細經又好咧，你特別唔係留落嚟做嘅。係咯，我覺得幾大換啲先嘅，都留落嚟做股票見。但講我都有一個集團 customer 啦，哇！要是報咗講我閉個俾教，我話留落嚟決定啦，特別留落嚟俾小 idea 咯，對唔對？上個時候係咯，試做 presentation slide，你做 PowerPoint，做到嚟就1點幾，做未了，佢咪 translate 就1點我有都幾，直到是做36點鐘咗，我冇對處咯，係咯。第二啲早起把你當數接嚟做工嘅陣時啊，或者忘咗出嚟啦。我未點講，你未點話？我是第2節5點解辦工咗？我頭先講你做咗2個月嘅時候啦，你proposal 交起而啊嘛。哦。有韓國小起來有時拼喺裏面出來，一拼出來就冇困嘅啫。我是頭先都到哇36點鐘我冇困嘅啫。係咯，第2章嘅情形嗰時，都做工，我做未了啦，我頭先都借咗單位咗。去做個早起3點8我辦工咗，我做個3點8辦工了 ，guess what？第2節9點半準時連頭嘅本白嚟做工嘅。因為9點半開班咧嗬，就是9點半。新嘅嘢，個班面。就是上點時咧，你上到幾時？你第2節要嚟做工啦，你第2節咧嗬準時嚟就辦工。你 weekend 做工啊？weekend 我冇，特別你哋都要愛做 event 嘅點先，有陣時 event 都冇法度嘅啦，你就要8禮拜做嘅。佢哋點先咧？你做工咯。但是講你做咗 extra 工嚇，兩張包類還是包 holiday？家姐冇包類嘅，依家姐咧嗬，以前包類停咗節咯 holiday 咯。com time 啦。
OK，แล้วปลัง咧ปลังลองปลัง嘅會做緊，我講我定位阿龍把路過嘅日子啊，都是你定到過。定買我過嘅日子來了，我定買10幾歲過嘅日子來，9點做工。你是 producer 我別記你做咩鬼啊？我是 animator 來。哦，對，我是 animator 來，9點做工，6點放工是 official time 啊。特別9點做工，9點暗暝到放工，佢哋是 official time，佢哋是特節嘅，可能差唔多特節。喲，一禮拜嗬有3節，嗰是4節，是安尼款嘅。แล้ว是冇咧嗬，就是冇咧就是特節4點早起嗰堆嘅。誒，你咪做 render 是 render，我是定到 computer render 咪得隻股咧。是哦，8禮拜嗬，就對公司 standby。哦，你款嗬24 hour on call。特別我哋慘咯。แล้วเสียงพุ่นฮะเสียง嗬，你講做家幾點對？你做家你先都講做家3點對嘛嗬？即是我特登發生嘅，表記我做家3、4點，本是做家我做家4點 AM 對啦嗬。你阿媽在下，咁對公司做咩就決定嚟看錄影嘅。แล้วว่าเราสิ่งที่สิตุ้ยจังจุ้ย嗬，คุณ有陣時本別คุณแล้ว對公司啊，因為愛 standby 啊，因為 customer 嚟看啊 ，client 嚟看錄影嘅，OK 冇 OK 啦嗬，佢先去 editing，有時 edit 有問題，有時 rendering 一半 rendering 嘅時有一半有問題嗬，佢再塞過，佢再塞過，我不記得過，本知道咯。樣事啊，你講陣時我諗嗬，樣是唔是對一公司看到有 bug 是。冇，就是咯，嗰陣時你在你 After Effects，你攞不丟嘅。單車，我俾每樣面嘅。南西，我聽到你講一句話 rendering，我特別看戲是我看伊個 credit，後尾是我看有 renderer，我別再 rendering。係咪意思 ？OK。解釋好我聽，成個我是講人嘅咧。OK，so render 啦 ，OK，render 就是你在讓做 architect 嘅上面是你咪是有寫話咧，特別伊 render 去話係伊 complete 伊成啊，嗱，成個你咪學者你 landscape 嘅 design 上面，แล้ว你 sketch 起來，แล้ว你學你 renderer 係伊去畫 complete 伊畫แล้ว畫出色係咪嘅？แล้ว所做變做 complete 嘅 picture 去啦。แล้ว in animation 嘅 term 咧，就是 render，就是講你往做 animation 然後你 set 這個 object 到這邊，這個 time 頭這個0 second 到這邊，然後伊3 second 就是到這邊，所以咪係安尼款做起，我能 set 伊 keyframe 嘅了 ，but in between that 是伊 computer 就 generate 無相嘅 frames to connect 伊 emotion 咯，所以 render 就是你 set 好時間啦，你做 animation 咧是你訂 render 是你就把 start 畫咧 computer 畫伊 image 變做接條 smooth 嘅 animation 去咯。所以 render even 成個 3D 嚇，但係講到 3D 嘅 render 就是你 build 隻 model 啦，是見光嘅上面嚇。然後伊特別一個1 second 有24 frames，你咪是你用特別做24 frame，every frame 特別 must be rendered 咯。嚇，你就畫出來嘅了。所以特大 frame 咧，把就看到 film 是24 frame 接掉 ，individual frame 接掉嘛，所以 every frame 會就 render 咯。咁你 imagine 嗬，錄喺你攰嚟 animation 啊，是10 seconds 啊，how many frame？有幾個 frame 啊？240啦，200幾個 frame，喺你時先就低啊，係咁冇25 frame 或24 frame per second 啊。然後伊 render 伊是一張一張啦，講起來 render 就 actually 是寫小影嚇啦，伊是一條小影甲你寫出來，伊是講from both color, from polygons, from 迄個 skeleton 咁樣嘛，咁無？伊甲你可以拍好勢了，你 texture 你 lighting 咁樣拍好勢了，แล้ว你 movement 咁樣 animation 咁樣做好勢了，你甲你寫小影出來咯，甲你一張 generated 出來咯，所以伊當有出錯啊，你說有 bugs 啦，伊當有一條痕啊，你就去了。你佢就佢 render 佢咯。定咪แล้ว有陣時嗬，render 別條件都個 render 佢嘛嗬，有陣時 computer jam 咧 crash 掉去 ，crash 掉去啊！你只件我講聽，你在咩說？我有時定到時，我每日我講成日我先比較少就是做看，แล้ว我係處下離開我講無會啊，所以我就咁問到底。我成 render 是 sometimes 你做嘅時候，你 render 是你只用嘅，
你免做物件，你是你 computer render 嘛。特別只要緊嘅就是講我，而且我馬才早起個9點咪 client 咪看啦。我見暝我做架6點幾7點啊好，我 set 一個 click to render，你會使對處啊咯。困特別我才早起來時看到 crash，特別是冇 render 掉下都死啊咋。所以我啦較這裡是我 set 一 render，然後我整一隻背對來，暗暝到對去 office check 看 render 安怎。然後當時我坐到啲下邊 office 去困咯，我就未打閒時你冇點聲啊，你就困到邊個 render 咧嚇，噔但下了咧時就 check 你 playback 咯。你講做 animation 時你做時 sometimes 你看起來 OK， 特別 when 你 render 出來時啊，你看到啲 frame 就你冇咪 smooth 啊，你被驚過嘢，啊是啲 lighting 冇咪好事啊嚇，你佢就攰做攰哦，攰 set 佢就攰 render 攰，一隻 time consuming， 當經 time consuming 哦。阿 John，嚇，這隻叫啊？我係電視機嘅冚起哦。呀！我幾看嘅。這南西的 ski 冚起啊！嚇？咱都冇講過。這南西你的 ski 冚起啊？我唔是電視機，我 Astro 自己冚起。呀，咪是 maybe crash 啦，但係我講 render crash。咪講你，你嚇到你按鳥叫啊！了嚇 ，OK， แล้ว講到啲嚟講阿妹困咧嚇，仲有乜到 office 困，做到邊貼啫？我打刀嘅，我前禮拜困刀啊！我係公司嗬，我 office 同學開嗬，未見面，呢邊冇見衫，個了啲邊個尖頭嗰啲邊個，我前禮拜嗬是。我八個月嗬，3個月啊，連續3個月，是達節第一紮啦，第一紮是10點對厝，阿妹，特別迄個是唔知34暝嚟，34到嚟嘅，厝呢個了是34點 AM 對厝，3個月啊，因為我有34個 project，一白 on 咗就，然後我冇做件嚇，去3個月，我家己冇做件，我達節就是。有對厝咧，就是裝水出去了咗，困3點鐘，佢出去了，安尼看下3個月後哦，我做了件了嘛，了我照鏡咗咗，我困車我照鏡哦，我肯掉我未盡我家己，我未盡我佢，因為我係目睭嗬，我係目睭配合，白倒落來去，白倒落來去啊，真正恐怖。誒，我妹妹對咱講 ，OK， 咱講只 good life 拍片做，我妹妹，我是感覺就蝦米國家咧是第一部拍片，European 條，第一部Malaysia，誒，嗱，點啊？第一部拍片是蝦米 ？France。嗱，咱妹姐，哦，拍片是蝦米意思啊？拍片就面是講真正。做工真正搞做嚇，put effort 咯 ，aggressive。Dedicated to the job。冇拍片 means 拍片就是講真正拍片，真正不辣。diligent 啊。特別我講，特別我做啦，安尼坎係咪？我做得安尼成日啦，坎坷工啊啦。我是唔是拍片是唔是咁嘅咧？特別可能暑假冇暑假，你真 passionate about 你工係你拍片咧，你感覺到真嘅達咯。所以當然咱咪暑假先啊，咱咪上班 happy 看，伊後邊人做拍片，伊法國。哦，法國係做工人。法國這邊咧，電視邊係邊期？300 真。300真嚟。我未講啊，我成法國啊，伊人真係半大咯，因為特別你要去買物件啲店啊，1點2點啊，伊人接中隊啊，伊人無隊來過啊，伊人。特別我就是講啦，咱咪講這係人，就是講你拍片嘅人，係你就是半大。特別你特啲，伊即是紅色啦，我感覺你真係一人成日講，哎呀，煩啊，半大係咪？即是紅色啦，我感覺成個法國人喺度加。甲看，咱對工當人都我都
我打曬較濟，唔是講講了，較濟是搞拍片。我會聽即係講法國嘅人講嘅種學什麼？嚟，我 feel 到講，按照佢 like first 人頭先人去 judge 人講，伊人 good 力無 good 力咧，其實人無影響到嘅，因為 as 人嘅 culture 嗬，人做工特別 like 我 feel 到講，人做工特別講做工做較濟。做出來你要做100分呢，個無夠啊！你要做100分是俾學人看，講你較夠嘅啦。แล้ว如果有係一種做工嘅款，可能講，可能去看到講哦，路做工係咪啊？為何你頭家看到你做工？這是人嘅習慣咯。哦，特別對法國誒，伊人無暑假看到人嚟看你物件。你咪講哇！你做個做食辣啊，係咪啊？伊人怎看你咧？伊看你成個 show off。伊人嚟講哇！你做款，梗係食辣咯，嚟做個梗係食辣，你知哦。特別對人是好啦，對人是好，咱頭家講哇！你梗係骨辣呢，咯，請你是達嘅係咪？特別法國人咧，我未去法國啊咯，我未過去。我就白天。我唔是講過法國，特別我喺 Paris，我 feel 講，伊人咪看到安尼款嘅物件，你做個做食辣、做慘係咪啊？做餅係咪？伊人咪看到嘅。頭家暑假冇成，頭家 at the end 是伊人愛看到 result。有效無效？你咪講哇！你我攰咩無困啊？係咪？伊人咪看咧物件。你知哦？你咪是講我 deliver 內 project， 伊每人3節嘅 deliver 一個 project，咪是 result。是啊，就是有 result 了。伊人這邊是愛係一種哦，該無憂無慮係嚟 feeling。對咯對，樣式。上個 nonchalant 係一種嚟 carefree 係一種嘅了。嗱講你想 stress 佢頭，你 colleague 講哦 let's。去啉酒啊，咪嚟款咯，quite OK 啦，特別你感覺點樣咧？你就是講關係，你到法國過幾年半嘛，定到，所以你特別你嗰時你自己你自己你 genetically 安是。That's why 我愛講嘅就是 like 我自己冇這 experience，like 我這個自己 experience 到嘅。常常我就講啊，嚟話客古來這邊嘅時候，就是真正所謂嘅變啊，講愛去嘢這類 project 啊，係咪？But then 舊後尾我 feel 講人看你 very weird，真正怪啊，like 小push out，你 push out 啊，你 too aggressive 啊 ，yeah， 真正 aggressive，非常不舒服。無暑假意思是啥物？無暑假意思是講你頭家買車路，還是無暑假是人講你奇怪？所以我無插嘅，我無插人講，我無插人看我安怎嘅。我未曉講，但伊人這邊嘅是看你捌最最，還是看伊人對你 feeling 咯，networking 咯。OK 啦，I think 我會大，我去法國大，我不要講法國話。Nepotism 啊，你講？Oh my god！OK， 我未去法國大啦，我以後講一句話呢，我講croissant。你來？oui。你來？我以後講 delifrance。佢以後講咩個？係咪個話paper mache？個係咪法國我以後講啊 ？Merci。Missy， 我講 Missy 嘅樂觀。我哎呦 ，actually 我是感覺到我是隻拍片人哦，所以我會覺到我 somehow 我 enjoy 成日講 relax 嘅 time， 特別我是特別成日拍片 stop。แล้ว我去 relax enjoy， 所以我冇 I don't mind 想3個月嘅 vacation，I don't mind。特別我講到 vacation， 呢邊法國人啦，7個月8個月啦，伊人冇關嘅，伊人直頭加30日嘅 vacation 拜拜。
這邊 Paris 我都試過8個月嚟啦，隔兩年嘅冚嘅，攰 Paris paralyze。哦，咁啦，早期summer holiday 啊？未驚，隔兩未驚。Paris economy 安怎啊？靠中國人了，當今隔兩舊年2017年是 most visited city 咪是 Paris 咯，แล้ว當今伊朗隔了這類 luxury brand 隔了是靠中國人買呢嘛，中國人拍拼咧有鐳就去法國開，แล้ว當今隔了我就講อันแล้ว所但係我講嘅成個人這邊我到這邊我學到嘅嗬，就你講你做工拍拼係咪對？你冇愛拍拼嘅。就講你咪做家上家 balance 然後伊人 feel 到講你上家 bagger 安尼你直直去我唔要講 but 你 feel 到講安尼看物件伊人咪看特別我唔要講啊我真係唔要講 but 我就講啊我開始接到工嘅時啦，我慢慢 realize 到，我慢慢發現到安尼款嘅咯，所以有時你做工嘅時，你做快嗬，你本有時愛上個 slow down 就冇啦 slow down 特別愛有，我就講上個，就let's say 我係自己我接到一個advertising 嘅工啦，我翕小影，所以我翕好一個公司賣下啲 mattress 嘅 mattress， 我跟我講啊，做家嚇，賣做家咯，然後伊人 actually quite 水嘅伊人嘅物件，所以我翕咗特別真物件愛假就是愛假小影咯，所以我伊人會甲你講。Oh, take your time. But then 你在這裡 take your time 嘅 subtext 係咪意思啦？你做工嘅人 professional 冇人會講 take your time 嘅個，所以伊人就是安尼甲你講咯，特別你冇家己愛知啦。哦，所以講 take your time 特別意思是咩？係咩做嘅意思啊？我就講啊，伊人嘅意思是講。做好嚟咯。take your time is okay. Don't rush if you. 我學咗時間，特別你 take your time 啦。take your time is to do it right。對，特別伊人嘅意思，本是講咪趕，會做好事嚟。你趕會發達嘅，所以伊人嘅意思是講做好嚟咯，做水嘅了可以咯，然後有時小快嘅物件，伊人本無數解，伊人會 feel 到講，你小青講乖，你冇辦 effort 入去啦。安尼意思喎，balance 啊 ，sometimes 我感覺到，其實我重點做嘅工係，是我袂嫌咯，你做物件我只暑假做我重點做嘅工，特別有隻物件咧，無安尼爽嘅物件都是。有當時你是即個工效，你要正的，伊點聲是3禮拜做好嘅工效。伊講你一定要夾1禮拜來做，係你 compress 你都我 feel 到成個你，我會曉 balance 啊，professional 做緊嘅一年，你就係講3禮拜物件 compress 就做1禮拜嚇，你就俾成 cut corners 有啲物件就俾卡凊彩咧都變咗1禮拜嘅教咯，係你發覺人就是賣路。學一禮拜工，伊袂你，但是講你工要摕3禮拜，你摕3禮拜，特別你 better 做，學伊3禮拜出來係掛啲。了，這裡 before the project start 嘅時，人本有經過 discussion 嘅。咁我 every time 我 project start 之前，我人特別會出 board，成個 presentation board 啊，然後會出 estimation as in budget 嘅 estimation 咁樣咯。出了 OK 了，伊人會簽成個類 quotation 嘅，要直嘅講會簽嘅嘛，so 嚟講我 confirmation upon 係咪？然後簽了，咁樣好時有個 start project 嘅，so
most of the time ว่าบุญฮวาใน時間去計人 discuss ใน物件แล้ว budget ไว้ discuss แล้วชุด mood board 計人講ไป按照 hit 咩 so 真正這 discussion gone through before photo shooting day and that one 別人咧別人做工講你愛做工嘅經驗物件攏快還是慢還是啥物物件？印度安怎好變每塊印度？印度困遐吼？啲安邊困啊未？嚇！啲安邊你講話印度做工嘅方式甲咱馬來西亞做工方式有無唔同？方式印度人伊人多頭前甲你講 yes， 特別伊唔知阿咪 meaning 嘅咯，養成 yes 嘅咯。伊無明白，唔講 yes 啦。對，那嗰時叫伊做事伊就冇做嘅咯。那個再甲伊解釋一道咯。那個再甲你講 yes。我捌聽過本啊。我捌聽過本啊，因為我諗正 sometimes 會 outsource 工去印度嘛，然後我捌聽人講過，伊樣寫只哈，伊唔知乜哈，所以你特別 make sure 嚇，佢 repeat 好你聽，你袂做物件啊嚇，樣嘅 guarantee 講你談到嘅，我意思講 OK 咧時就甲丟點 project 丟時就冇做。這裡都是 actually 伊人搞出來。係就講話。這裡how我知都是。伊人家己印度的人甲你講安怎係咪物件？伊人假使買做咧，阮甲你講 yes。伊人無事甲阮甲你講 yes。polite 呀伊人買路得罪路，買得罪路 yes， 伊人買得罪路。然後9點時時甲咱無做。這個就是伊人搞出來賣。伊人家己，安尼款就是痛苦啦，物件到都袂做袂行。你頂伊人家己有錢呢？叫人家掉。叫人家頭期時，有頭期時啊，你個太陽人啊，搖頭就是 yes 嘛，因為直直搖頭啊，我講你會曉袂曉，伊個直直搖頭。唔是，而且你是 yes 唔是講人嘅家己嘅，可能咱特地人嘅位嘅。我知就是伊人印度嘅人來這邊美國，伊人印度嘅人教我講嘅，唔是人嘅可能來。但我自己講咩？但我問啲啲人類 company 就是 start with J。Sorry again。類 company 是唔是 start with J？類 company 嘅名是唔是 start with J？對。OK。這你真係厲害啊！之前。我電腦我有一個 friend 不是做這 company 嘅，然後伊冇去，伊阿拉冇去嚟本地嘅，所以我應該是啊啦。佢若勁搶我邊嘢啦，冇借啦。OK。了特別樣成講樣做工咧，成結成冇結成，是講樣係咪係結成樣拍拼哦，做換工嘅是準搞點成對啊？無，伊人真骨力咧。因為新嘛，真係唔驚新嘛。你知啊，邊個人啊，你未做好，你就差無通做了就。啊，邊個咧人？差無做啦。啊，邊個咧人每工嘅事啊，嚇！你就是講你無做好你工，別人只人排隊掉嗌你工嘛，對。就是啊，成日看你啊。等陣咱講話咱講去美國，即係就是兩個到美國啊！大粒頭嘅話，大粒頭，你感覺到美國嘅 work culture 安怎？哎呀，我咪講小點吧，我 just 講是你 simple 呢。咱馬來西亞本好，全世界本好。做工你工好，你suka OK it's fine。tapi 有當時咧，
你嘅 working environment 真係 toxic，佢哋就是真係頭。啊，係你解哦，係你。你看人咪講，我咪講本，我咪看人只係講只subject。但係我 as far as work culture 嚟講係，我人是講講美國，美國話 holiday 就少年嘛，你每隻英國加你法國嘅人話。Actually 美國人是真係 good 嚟嘅。嚇，人看人 even 人嘅人嚟這邊讀書，哇！美國人真係夠 enjoy 啊 ！Actually 唔是，美國人真係夠屌嘅。即係我 OK，我講一項物件我知到，就是講你去食飯嘅時啊，你 holiday 時你就 guilty 啊，美國人。伊成講你唔法國人報假報嘅，法國人就是講哦 holiday OK， 我就去 holiday。你美國人啊，你是 holiday， 你就是驚，你驚講你唔知，你唔是驚，你 worry 成日講，哎呦，我放唔起我工啊，還是哎呦，我今日咪去做工啦，我哋煩惱掉我工啊，我今日咪去 vacation 啊，啊，無就是哎呦，唔知去做工，對嚟夠工哦。係，伊拉 replace 咯。嚇。美國人，even 都破病本好，破病本好係破病一提呢吧。就少人愛摕呢份人破病，本人人去做工嘅。แล้วเป็น做成個就叫啲就掉你冇去做，你是做工是你嘅成個 feel 到你應該做，แล้ว去 holiday 咧，你就是真驚。我那時候我就暑假我轉去馬來西亞時係咪算呢？我去呢遠，但是我大這邊嚟講，我看靠 detach， 我去真遠嘅，我都個會就個講。未記到我講起啊，即頭去 holiday。我暑假係你 feeling 是講我 because 我同啲美國我 feel 到淡薄啲 guilty 本啊，所以我 check email 啊，做工 holiday 咪 check email 啦可能。But that was ignorance 啦。我 just 冇 Malaysia 嘅人 ，Malaysia 嘅人做工啊，有人有 such situation where 你嘅colleague有頭啲你講冇？夾你講嚟做啊？啊，夾你講嚟做。แล้วไปเทกองโลล่ะแกเลยกัง嚟做 so that it had more credits 你 manager 看你你真係good啦啦อันนั้น把人อันนั้น你冇做你講好你把人做你講就係我馬來西亞人有一個 project 啦 OK 有一個 project แล้ว這個就是真係 generalize situation 一個 project แล้ว有分開真係幾邊 so when you start project 時，你頭 assign 你 OK，你做part A， 你做 part B， 你做 part C， 你做 part。I think 我明白啦，我明白你 question 啦。我本每日聽到啲馬來西亞人安怎亂嘅 attitude 安怎？我看做工出去做工到馬來西亞。哇！我哋都講話。from這你上來是只是 really depends 啦，有嘅 company 呢 depends on who you end up 嘅做工咯，有嘅呢就是安尼挪，變做講你冇得係 pick up 樣嘅 slack 啊，แล้ว有嘅呢就是 OK 咯 ，I think 我 never 看到講我嘢去貼嚟講 ，but maybe 是 equal contribution。But most of the time 就是講有嘅是安尼挪，但係 to pick up 樣嘅 slack 咯。即是人冇做咧，你冇法你就去咁樣偷。對我 so far 是 depends also 咯，成個我冇考慮講，冇講我頭一講還是一考我係講咯，因為那兩個不是equal嘛，因為那個工作是 deployment machine，so it's either 就伊做還是我做嘢咯， so 無嘅對嘛？嘅 wording call still your job 咯。哦，阿龍喺困擾。阿龍，扣回了。阿龍可以阿龍講，你會講翻物件做假物件個 ，because 這 topic 你講講嘛。估咩物件講個咧？哦，但係你講起，你成個講 holiday 咧，放假咧，我就直接 holiday。我有15日。哦，少本啊，甲美國差唔多像。แล้ว我明嘅，แล้ว放假，特別好似博士啊，放假咁隻頭家無嚟做人路嘅咯，頭家自己本來放假，俾頭家無嚟做人路嘅咯。แล้ว放正呢時相關咯，7月到8月咧嗬，加一人放冇放30日啦，放落嚟禮拜。哦。加一人7月8月咯 holiday 放落禮拜，แล้ว好似博士喺度，即係韓國啊，你頭家冇放假，你邊使放假？哦。
即係你頭嘅無對，你頭嘅無對，頭嘅無對嘛，你咪別寫對咯。哦，你是別這是 unspoken 嘅 rules 啊，無人講，特別你就係講。你那是講，你頭嘅 director 你做工，係咯，出你嗰啲人整看後看咯。啊，佢其實想晒行。阿拉就往上啊，加 WhatsApp 往無 WhatsApp 啦，往叫 Kakao 啦，往 Kakao 有 PC version 啲嘛，我哋 Kakao 會講，呢個有可能難，呢個有可能難。你可以佢都係對咧。我諗咪等你對啦，就等你對。哦，你咪走成咩？啊，都唔走成咩？誒，美國人有 feel 到那款本 actually， 一樣 maybe 冇對啦，特別。我個諗就 stress 就有陣時就拍攝就，就講誒韓國人是真看，看頭authority， 有伊 social status 咗，伊真看這個物件咗，所以。我好就係因為我40啦，我39歲，我40歲啦。我就是我起到一個結咯，要本 ABCDEFG 嘛，我已經起嚟緊咧。然後有咧你第一話咧嗬，你放工嘅陣時你拍攝咗，對唔對？咁樣比我乖啲固定嘅咯，我係少。然後你唔就講 OK，我叫咩唔叫做咧，我唔叫做咧，我是頭一我是 level 1嘅 employee 咧，我唔叫做咧，我入我 back 了，人係驚咯。你行到呢邊整會，我成收成啊！要快啲哦！佢哋嗰隻頭嘅會噶，我成收成啊！係咯，忘㗎啦！係咯，我當時我係掛住講嚇，好啲啦！係咯，有你就是係咯，阿冇加掛住講嚇，呢啲嘢啊！你會啊？係咯，顧住你會講笑，你合理啊？係咯，就是合理咯。你合理啊！誒，當今馬來西亞個人做8日半節咯。mostly Chinese company 咯，公司咯。哦。南西，你 agree 話呢個 topic 應該出得馬來講。佢得馬來建設 ，finally 建設 event 做緊啦。伊做人阿妹先，伊做這樣只邊嚇。伊做得6個月了，把那禮拜加讀啦。哦，我早兩年咪成日看到 weekend 就做，阿妹就做，我唔知啷有知我當時我到啲 office 去啊，一開始是我一人呢，你哋是講貴 office 一人做冇上㗎啦，你個一人呢啦，了，你我講聽有當時美國人呢，你會做呢，尤其是人較拍拼嘅人係。慢慢嚟係做，無論是挪，別人挪 ，eventually 你們是對球一賽嚟做嘅，所以你變到做啊，變到養成啊，哦，只看你做可以做較濟，然後變做我往時做過我自己個人嘅事，因為我一個月一禮拜50點鐘60點鐘，了別人本是用9點8點半來了5點半對啊，然後做嘅。本時人哋看照做啊，上嘅了又冇講，我冇嘅攤你 holiday 開始借上面物件上啊，了我會成日感覺到，那是你頭家個比較做人啦，你會感覺就是杜蘭咯，就講我做咩事要做咁多事啊，別人嘅啦，本時人哋看做，咪是來個早早對啊，แล้ว我個來阿妹早9點11點阿妹嘅對。你來想咯，你成日 enjoy 這個工咯。然後就是你嘅 difference 就是你那是講你那是講你愛買咯，你買那是講你買做嚟講，你其實講 OK 咯，買做啊，我 almost 舊年差唔多半年時我淡薄別得閒咧，我淡薄成日講，哎我別啊，我別，因為 sometimes 是你成日叫變做成日叫咩啊burn out 咯咋。本來咧是一頭，哎我買啊，我一頭去談個焦慮，我去幫佢做開，看面看邊個搭妹阿妹是第較早對，我只係你邊啲學見我做啲做嗰啲我係記得啲嗰啲喺基線路嘅時候，我有嚟 live event 嘅，我到啲 office 去做，你我到啲我時時做個 OK break 啫啦，你做啊你邊啲學見嘅，係時阿妹已經10點幾11點咩？Tapi apa contoh konsep? agree 咯，因為我不是 last time 我做咗份 job 啦，我不是因為 last time 做咗 job 我係實冇啲嘛，所以嘛夾邊咯。
不是快睇，不是變成個種啊咯，因為所以就成個我成個做 extra work 嘅，others 成個咪做翻咯，因為我係佢呢本拿本名我係講我，你成個做可能歹看，做我一個人做三份人嘅工份啊，所以我本不是特登就買嗰種嘅啦。And then when I resign themselves lah, aku akan worse law. Resign for notice 2 months man. 2 months 啊，你估呀？Resign notice 2 months 我是哪禮拜呢？我諗。哇，真爽我本大人份。即個了是哪個月嘛？那 2 months notice almost 2 months. Na 2 months 啦。如果你 1 month 還是2 months 啊，即係看公司呢，因為這裡唔是咪你攞嚟。我諗家是哥德斯啦，我諗第少是讀哪禮拜，特別我哥德斯哥啲，你哥啲係講 OK， 我好攞 notice， 特別我係使讓 negotiate 嘅時找人。然後就that 2 months啊，就個那香份咯，我係使做一工，一禮拜做一工。哦。做其實係走就係比冇走就係嗰個冇。是啦。你讓我rasa條講成個講，你先你被提holiday 2禮拜3禮拜，แล้ว before 你走嘅時你做個什麼事呢？對你是做個什麼事呢？喎？就係講 before 你去 holiday 時你就拼夾做，แล้ว是對你 holiday 時揾拼夾做，即係成個 man 去 holiday 你看呢？去 holiday 我4個字上家去死啊！你看啊，上家做得交代身後事啊！你看你裝啊！咦，我交代了哦，你วันที่เป็นได้มาเสร็จแล้ว你拜對嚟啊！你放假係了整咗嘅時候就講我對嚟了，我就是顧在事，我係啦。嗱，我就是bắt MC 個嗬。轉嚟 office 啊 ，email 成個拿貴款啊，成刷個了款啊，慢一個 email clear 個了。係咯，有當時 email 我咁問 check 嘅，有當時我 email 我淨係 holiday 嘅時，到馬來西亞嘅時我佢嚟接到，然後我係使看，แล้วมัน對1個禮對馬來西亞我開始對3禮拜嘛，3禮拜佢嚟清啊。我嘅 problem 是因為我那有 functional mailbox， 所以我唔使 reply under 我名，因為我是 still prefer using personal mailbox 嘅 ID 出去，我係用我嘅 ID 出去啦。我驚係 sometimes 有會 bypass 嘅 functional ID 啊，呢個都係錯的。嚇，我明白你講咩？OK， functional ID 你 functional ID 是唔是你 office ID 啊？你唔是 group 嘅 email 啊？group email 是唔是？所以你 group email 成個因為你 group email 係 attach 你 personal ID 嘅。哦，不是我諗做工時間啦，特別用做工嘅。所以因為你係用你 personal ID， when 你 attach to 你 personal 啦，你係 reply to 嘅 personal ID 嘢嘅email。我係到底我係電話誒，我係使我係係我做工嘅 email， 特別有 protection 啦，特別so我 check 一次我係使 respond 係咪㗎咧？一般是成個我 respond 到啲我 office 會 respond。就是講翻咯，就是驚佢係伊人 directly bypass 嚟搶到咯，所以我冇乜暑假。我 people reply using ID 咯。我是 check email 我較少 respond unless is emergency 啦。特別特別有啦，特別 especially 都頭一個禮拜，我係叫我 last time 對佢是，when 我教唔知得到 airport 香港嘅咪是嚇嚟啊 already， 哎呀你 file 全部啊，到底得到有呀咁嘅嚇。即係你自己杜蘭嘅嚟講。我有提示我哋咯，講我 on leave clear white leave 呢，我唔是去醫啊 clear white leave 呢。我係話直等嗬，我對佢做工啊，我 cancel 我 leave 啊，刷啦，我 on leave 係點？我啲成日 work from home 看到就係，我等冇停啊，你翻到啦，你哋就比較交代好好啊，我唔想翻走啊呢度。啦，我每啷 work from home，嗱你講 work from home 就最正更吞 work from home 哇baru be
哇，較濟人哦，我馬來西亞 work from home 啊。最尾看落來。特別你講就是英國中講你講嚇，做陸軍。我頭先特別奇怪。你講就是窗開嘅麥克風虛號，我聽到。就叫紅線嘅。是我喵瓜，我喵。唔是話。我 hold my breath。我冇窗開啊！做陸軍工做啲英國，我想較英個做比較美國。比較美國呢，我有淡薄經驗，因為我係個俾一啲 training 是一起美國啊，一起 Boston， 一做緊啲 Massachusetts General， 一是做開多嘅陸軍嘛，所以伊想講啊，橋兵啊，伊要互人看伊骨力啊，伊橋兵，伊要做工，伊起較早淡薄，伊起7點，伊到迄邊7點時看到伊人1點鐘就做工了咯，伊人比較早，比較早。哦，伊開多誒陸軍啊，起迄邊6點，特別伊人較早了啊，伊人4點就放工了咯，4點就對去做去 gym 啊，去拍球啦，是蝦米啦？4點就放工，特別伊人真早去做工嘅哦。了我知啊，美國嘅人來這邊做工嘅時啊，我唔知這裡是 generalization 係蝦米啦。我有一個朋友做工喺 California，嗰邊伊是做電腦嘅工啦，伊是 Silicon Valley 做電腦嘅啦。伊人波士去倫敦去 service 伊人嘅倫敦嘅 service 嗰邊，你 service 你特別等個阿妹啦，教了人對住幫我用嘅電腦是你家嘅卡米嘅 server， 了去 service server， 伊做工這邊伊做工一晚呀，伊拍電話跟我講，哎呀，你人英國嘅人啊，真係笨蛋咯。我講啊，你人嘅 work ethic 真係薄咯。來啊，伊人做工 shift 啫嘛，伊人做工 shift， 伊嘅做工嘅方式，喺 California， 你家己嘅工啊，你做加了，你扣杯加了，你甲對處，你買幫物件互別人去扣杯互你。對。特別伊來啊，伊來工時，伊看到哎喲，加了幾隻單別個人嘅工啊，幫互伊。幫互伊去做啊，幫互伊去扣杯個了，伊個係起哄住佢講這邊英國人真。然後我一講我聽你看的時我自己笑啊 ，actually true 啊，這邊英國人真係笨蛋咯。然後我做陸軍工啊，你看伊人本時你看你伊歡喜學幫互你扣杯啊，成個伊看這個平人啦，你看我譬如講啊，我譬如講，你看這個平人，伊知伊平人嘅事啊，伊講話嘅平人知伊平人嘅事啦，伊講 OK，let's investigate 啦，伊跳會，然後去試檢咩會啦，係咩嚇了，伊無打你嘅會誒 results 對來，伊 report 對來，伊就走了，伊無插伊嘅 results 有蝦米？無條體有真正危險嘅物件，有真正這個正辣嘅物件，伊無插咧走了。你買來你來嘅時，你隨單哎呦，真係會真正正辣，真正甜哦，伊真係人嘅皮，最要過這個人，買來時你就接手啦，你就接手啦，來叫伊人啦，講咧，你講係咪說我大媽喺陸軍，伊走去大陸啊？我講我唔知啊，伊無插你咯，伊無插你走去了咯。但是講，假如人阮相款咧，你接我使，我接你使嘛是唔要緊咯，嚇。無啦，別使安尼款咧啦，別使安尼款 ，because 有嘅物件你會做安尼款，特別做陸軍工你別使安尼款咧，你特別有手背啦，有 continuity 嘅。所以成個我做工呢，我做工了，我係接一工了，我個對處嘅啊，所以有到我對處7點半嘅，到我
對8點半，若是有真正較濟工咧，我對9點半啊，我就要做假了，伊會日會工了，我較對厝誒，我買留物件互別人。清啦，其實。holiday 咧，啷個就節 holiday？我見少講啊，我較好命啊。哦，就冇講。講，邊件事啊？錄音呢，啊，錄音呢嘛，錄 holiday。no，講。60節喎，3禮拜3個節，9個節，啊唔係90節。人是我是自閉，所以人是家己，人是說。按照講啊，人嘅家己，即是人嘅家己公司咯，所以人有力嘅筆咯，所以人家己講好啦，力禮拜啦，力禮，人可能家己力禮拜，แล้วก็แค่หน่อยจิตอามุตันเจสิหน่อยจิตที่โอ้บ่อ่ะเจเลจิตที่ shopping 阿莫單隻。所以6禮拜嘅節，6禮拜意思是講6禮拜 working day 是30節，嘅是6禮拜算7節。6禮拜是算個節啦 ，OK， working days 啦 ，OK， 嚇6禮拜。少啦，美國人對馬來西亞人想。就是啦，我人 OK， 我人成日唔使攞有咁，我係成日想嘅出面。我嘅人，我頂到嘅時是，我係頭家，我頭前講時，我係頭家是，我頂我頭一年是成個白鷺家，即係10節了 holiday， 2禮拜啊，2禮拜。然後我咪對馬來西亞度解啊嘛，我一到時我本是對2禮拜呢，然後。都未啊！我教我頭家，咁我未我今日咪對，我覺得對兩禮拜勤工，你全部個嚟就不想就係特別對啊。然後我拍低同我對咧，就當我拍低就俾7啊，拍低就俾3禮拜，那3禮拜就都好，4禮拜就冇上久。แล้ว你ไปใส่คิว你ไปใส่คิว你嘅棚嘅節啊。OK， 我就是要講咯，我人當今我係講咧，樣是叫做 PTO 咯，是 paid time off 咯，就叫 PTO 嘅。OK，paid time off 咧，就是你無插你係用種，你使破病時用 PTO， 你要有 emergency 你用 PTO， 還是係咪伊無插你按怎用啦 ？PTO 就是 PTO 咯。幾多節？嚇？幾節啊 ？PTO 幾多節？我是當今做第一間，我就 start 做嘅時是應該是3禮拜，什麼時候3禮拜10個節？3禮拜10個節，好命咯！好命，叮當無只節會是2禮拜啦，我這份工嚟睇。你不是做緊好嘟嘛？我唔係聽佢講好嘟，我頭先是講別人嘅嘟，我冇聽過自己嘅嘟。我是好嘟嚇3禮拜，特別當今呢。因為我做過5年啊，你騰較驚淡薄誒。哇！แล้ว你 every 5年但係5年10年嘅時個驚淡薄。แล้ว你 pay time off 是按照earn嘅咋 ？pay time off 是按照賺嘅，意思但你2禮，往時2禮拜發生我知道嘛。所以你發生咗嘅時，伊就學你幾點鐘，學你幾點鐘。แล้ว我未記就幾點鐘啦。แล้ว你就係因為就係賺了你先攞嘅時，你賺咧，即係講特條隻嚟講，你賺8點鐘，8點鐘是一節啦，嚟是講啦較應算，所以8點鐘算一節，嚟是講你是你2禮拜到一個節就賺2節嘅嘅，係咯，所以你就係賺你就係用啊，你就嚇，你就是賺掉你以後你就係用啊，你咪就講你袂使成日講殺到你用個了咯，你就要趕一年過啊！特別伊會使 carry forward 就。我把你甲 change one side 了。你會使 carry forward 你 time，所以若是講你若是今年無用到嚇，你明年就會使用較濟嚇咯。
特別伊有 maximum 本啊，伊實唔知是1000點鐘還是1500點鐘可能，就少人用咧這啦。你人時候看 carry forward 嗬，我點解我點配，我愛走嘅時候，你知我係 lift 就借哦，40幾日。有了，安怎啊？你唔是了嘅咩？你有迄個哦。伊 carry forward 學我人嘛，因為我就無聽嘢 lift 啦，特你。伊 carry forward 一巴禮拜做工嗬，一個半禮拜咪學我累咯，巴禮拜做工一波都多，伊 lift 我一部 approve 嘅。所以我 lift 部 approve 嘅，所以我一年嗬可能是行3節、4節，然後你 lift 有攤嘅，甚至係是行了咯。了，走嘅時候。40幾節咯，我係 lift 咁嘛是直頭走咯，我免講嗰做工咯，一個OK，隨對好啊。了我人是亂講 holiday 後，人是講成個後人去幫無隨迄個company 幫，成個是正啊咧 Easter，你看佢哋靠無隨。你個另外啦，你個另外16節啊，你先16節就 minimum 16咯，冇 minimum 冇，即係是發 company 嘅，特別 compulsory 愛辦嘅是Merdeka，1個1號，人家還那只即係了愛辦啦，特別是佢哋愛學 triple pay 咯，是冇辦愛學 triple pay 咯，แล้ว春嘅時候還那念經嘅了嗬，佢哋是 up to optional 了誒，伊有內面唔知有幾節是 compulsory 爾，做工哦，放假哦，做工是 double pay 或 triple pay 咯，咁樣咯。แล้ว無咧就去放假咯，無咧就是袂使做工 as normal 啦。春咧成日念經，嗰下面嘅大部分嘅了是 optional 嘅啦。visa visa 嘅了是 optional 發公司嘅。Malaysian Day，南西我冇得做 optional。Malaysia Day 是講，是 Malaysia Day，冇9個集啦。伊唔知同你幾耐啲嘢啲話係講 34 on Saturday 咁樣嘛？阿公唔知，阿公唔知。阿公唔知話啊，特別。我成日接翻啦，特別唔係話係到回歸啊嘛。我冇猜做是 compulsory 嘅是個是10工，8工10工嘅。佢哋compulsory 呢？8工10工嘅。因為想是14至9集嚟。8節加10節啦嚇，意思講意思。compulsory，你是日本 company calendar 我說啦，有嘅 company 是得作咯，成個我報嘅 company 是得作嘅，所以得作什麼意思？得作什麼？對家作啦，對家作啦。啦，我是冇明白啊！得什麼？我唔知是得。我聽係邊？喂，你啦，頭嘅。你到吉隆坡嘛？你到吉隆坡嘛？南西你個有聽？我得，我冇得。俾間10間我有聽，我得我冇聽。然就แล้วว่าจะเลยว่าเป็นมวยเจ้บอยาเล้งเอ้บอยาเล้งกาอ่อนยาวบุกกองเดียวกันตัวกัง我想拍片人講啊特別我本冇時間人講我啲虧咯我真冇時間我人講啊了，有陣時無做換到啥物啊？你早入來公司哦，伊人講，你無對厝啊？你聽係杜人講，就我4年衫，昨暝我穿面衫，今日我穿面衫，人就變笑。但是聽本袂爽啦。叫老是係一種做好一項物件嘅人啊，我是安尼看的。答 A。了。我無暑假哈一種嘅人哦，就是到頭家面前講哈，安尼這項物件做啊，嘛是要着學啲，了我頭家就看伊安尼看啦吼，就是叫你如果用當今，你會使用你2點鐘就協這個人來做唄。了過後啊，這大包吼，我7點走對厝，免學啲啊。
了過後做伊哦，伊個會講，伊愛到頭家面前講，誒，你安尼款做物件會咩物件？你看，這是 politics 啊，我人講這是安尼款嘅。office politics 本是真係好聊，嗱，同埋講啊，大日頭講嘛就 toxic 啊，例如是 office environment 啊，嗱講下咧 office politics 咁。了伊一條咧，就是條啲到頭家面前講，伊無 understand 我愛嘅物件。哇，突然呀，做了嗰兩物件，伊 request 啊，做了後伊啊嗬，伊個頭家肯講我知哦。一過後嘅時哦，我就寫照這位哦，頭家有啲嘛，我本是伊想嘅，伊嘅這種嘅 politics 啊，我個誒，話你物件你做。但這 3D 那邊物件安尼 heavy， 最數咪 cut down 淡薄嘅物件。講，我是冇誒類物件啦。我講，你本知啊，我物件安尼直接一個。剁來剁去。剁來剁去哦。我講，安尼直接一個，你就知我做物件安尼直接一個，了對數來呀。伊講，嗱，你就知講我講，你無明白我講咩話咩？我問你做下面 industry 做下面工啊？你event planning 啊？你是到檳城還是 KL 啊？到檳城。到新加坡。新加坡啊！新加坡做工個無相嘅 culture 咯，新加坡。我係個公司嚟。哦。了真濟人愛爭去這位就真正哦。特別都做咩 post 啊？話零嗰啲邊個？那邊真濟 post 啊，我講。因為我主要物件無夠獎。哎，我主要物件無夠獎。亂唱面對話。係啦，我講話者，哎呀，我做物件無夠鹹。我唔講，我驚係注意啲內邊嘢吧，冇伊講驚伊無夠味素啦，伊講無夠鹹，我講係咪？你驚我煮嘅物件無夠鹹，你講鹹咩嘛？就是我啦，都希望就講我就 head 啲，哎呀，真驚我做物件無夠鹹，就是我啦。啊，這按鳥咧，按鳥。你做咩工？做你工咁咋？哦，我工我就到荷蘭學讀誒。喲，咩數？因為我是巴魯做新年工無做幾年。哦，哈，你新招哈。了，對，新招了。先時我未曉嘛，特別每人就去做咯。了，有個人哦，有個人伊就是教我吼，伊 expect 講我。伊甲我一道了，會曉個了物件咧種誒。了，嗰後時我慢慢學起，了有當着迄個物件，伊甲我誒迄個 job 咯。了我 still 未曉個嘛，了我問伊，伊就確答我講，我毋是甲你啊咩？你無記落來，你無寫落來係咪？了我講。有啊，比我少未曉嘛，無咁清楚嘛。了過後伊無辦咯，伊過教我過一擺咯。了，過後時吼，樣真俗誒，安怎講誒？啥我先去嘛，我去做新嘅工，了樣第暑假啥，我接去做工2禮拜過後樣廿leave廿個3、4節種誒物件了，我無辦，我特別急伊人咯。了我個未曉哦，了。有時半到時我做錯，因為我試過嘛未曉了，對那時伊就講咯，你做錯這個物件，係咪我唔是教過你啊咩？係咪咪了講，sorry 我 mistake 我未曉咯，了過後時伊樣就去傳咯，一個傳一個了，最關鍵嘅就是去甲 supervisor 講啊，係咪啊 complain 我係咪個了，了我講，我未曉嘛，了我是人，我是 just back up 伊，因為他暫時個無咪人會曉伊會講了，我 try my best 去做啊呢，了做錯話本無人會甲我講嘛，了supervisor聽了OK，要了解那邊嘅情形是安怎咯。我覺得你 supervisor 會曉了解啦。
哈，伊人都嗰時好彩，伊是未了解規個事吼，伊個會 judge 講就錯啊，種伊毋是啥塞一邊嘅，可能無誒。了個後是伊找下叫人了解釋互伊聽哦，我是按款咯。有人淡薄伊是啥啊？新人伊啥啊？不要幫下我搞你知道耍，伊啥啊？咪講袂啥正假如啦，伊是袂。新人我先後面別笑，你後來看咩做看？有個人吼，伊想愛到就是講，我別使夾愈小濟，等愈贏過我，對，了成日我巴到 post 會關過伊啊，安尼款物件，所以有人無愛。你夾愈淡薄嘅啊，嚇，咪夾個了。แล้ว有當時就是成日 expect 伊咧。即係你英語講啦嘛，你做10年啊用啊，即係英語講咗，你做聽一道都未曉，特別你新嘅。你英語講你未曉，係咪唔聽咯？我有當時不玩呢 tendency 嘅咯。我特別就練到我自己啦，我是想講，我做呢啲 simple 物件，特別你俾想看有人嚟講，有可能是。一般的 natural 還是特別 take 咁我做緊啲年嘅，嚇，所以我特別 catch 我自己。因為我只急性嘅，我只急性嘅人。然後有時真係到像嗰啲 project 嗬，黃白白 handle 嗰種，然後佢有時用啥條題做卡手啊，做卡手嚇，做卡手啦，好啊啥，好啊做錯。比如大家都派做得無好，我都。即係做路冇變嚇呐，嚇啥好啊，同樣啥，我剛做錯去，很樣做卡手嗰種哦，แล้ว我就是奇怪，咩事誒安尼款呢？แล้ว佢有時係你 customer service 嘅人，伊就甲我講哦，做咩事你這裡做錯啊？講冇啊，我冇做錯啊，我一路來我都 handle 好好嘛，等陣咩事知道，伊同樣唔驚換嘅了去，規 system 唔驚換嘅了去嘅喎。แล้ว佢有時 customer service 佢查某伊就起哄我咯，แล้ว佢有時我袂得閒呀，我起哄到伊佢講，安尼你別熟我，你換別人做你 project 啊？我講我未啊，叫別人做你 project，別人做會掉嘛，แล้ว我就是奇怪，我一人做你 project 做錯，安尼奇怪，แล้ว佢有時伊啥唔捌學佢我起哄嘅，頭先我起哄佢，แล้ว佢有時。甲我講我書本淡薄，你是可能成交好無理啦。แล้ว佢因為就是常常發生很事了，我袂得閒了，有直接我一頭起火啊，撲火啊，一頭咩樣咁啊，佢我甲 OK 啊，無啥安尼亂來啊，supervisor 假是有理由嘅 reasonable 嘅 OK，有大嘅 supervisor 咧都是無人派。係有定見呀，做但是頭家無俾顧嘅啊！你成個講，一邊想講 OK， 這對唔對？佢哋想，我是你俾 guidance，你叫我 make a decision， 咧一邊 decide， 唔知啊，你講安怎？你是就是成功嘅事，講嚇對咯 ，OK 好啦，我個叫人咁做，但是失敗嘅事，你知道，安怎你出去做呢？我定見咧頭家。個一個 scenario 個。manager 無人派，就是攞嚟工人，一個工人做物件，一個工人都是真係難。特別我 complain manager 嘅時咧 ，manager side 係你難嘅人 ，because 係你難嘅人咧 ，maybe 不聽話，有 connection 啦，對，所以你 manager 無人派。伊現在伊是成日有咧是你那是有當時你有 opinion 嘛，你講嘛對。然後伊愛得你成日 threaten 你頭家，伊成個，哎呦，伊只肯只搞直接話講啊，無上 opinion， 你無順我 opinion 啊。然後變做迄個搞聽伊話人嘅嗬，伊就變做較聽伊咯。แล้ว你 idea กันแล้วก็เขาบุ้มบ่ชอบอีตัว迄個順利嘅人啦咯，請你誒卡㗎啦是請成順利話。我家己有一個 experience 是了好笑嘅，特別我大了淡薄啦。這個人咧，就是伊唔是 manager 嘅 level 嘅，特別伊嘅 seniority 怪懸嘅。OK， 特別伊甲這個 manager 咧真係好嘅，好朋友嚟。
所以做 project 時咧，我大了真係謝啦，所以我冇 too much information 啦。所以有時候做一個 project 時，我去問一個 senior 啦，佢講伊個 result 安怎？伊個 result 安呢做唔成啦，咱想別個辦法看 ，you know，try to 參詳 discuss 看。有一個 senior 講。你去做啦，係咪啦？係咪？然後 finally 伊講，我冇 support 你啊，你免 promotion 你啦，係咪失敗啦？咪，所以我啲謝掉，我點，我真係 bloody shit man， 我來你 office 我甲你 discuss 物件，你甲我講安尼失敗嘅話，所以我係講個真係大聲了，伊了嘅時。我 suddenly 我講伊個對，我問伊講，我來你 office， 我要甲你 discuss 物件，所以人會 move forward。你甲我講安尼失敗話，你了會點聲？我講個真係大聲，規個 corridor 會聽到。所以講嘅是，伊規個面所白去，伊規個面白去嘅時候，到伊唔敢搞啊，一個啊，because chicken 咧真係搞bully人。一看呢，都是長山嘅，長山人，老人嘅。哎呀，係咪人冇有咧？你看嘅人，點樣好？係咪？冇啦，頂到美國啦，係美國，美國。我大陸真係知啦。我在大陸淡薄小姐啊，我未在你講。講個 training 咧，都是。我有家己嘅 experience， 但係我對大陸真係。唔係，等你大陸都講嘅並逼嘅，我唔係大陸啦 ，extra concentrate。但係我未甲你講實際 detail，because 呢都是真正大事嚟。OK， 誒，我點半正啊，你冚埋講你去 to the point 較快啊。OK， 所以呢個事咧就是真係簡單嘅。我弟教我係頭講，人啊。新嘅人 join 人嘅位嘅時啊，咱袂使互伊，我甲我頭講啦，咱袂使互伊人去亂出來 ，because 咱嘅 equipment 差唔多了啊，真啊，你無做好好啊，會死嘅知無？所以我講，我甲我頭講，咱做成個 training video 啊，this 有 training video 後面，所以咧，人新嘅人來嘅時，你甲人講 ，OK， 你夾這 training video 去看，安怎 operate 呢個物件，安怎做出嚟嘅工。Then after that 是你甲來慢。所以我甲我嘅頭講，我嘅頭咧，就是咪做 ，OK， 唔要緊。所以我 after 我做了，我出了，that means 我冇關係，佢哋人後面甲了啦 ，OK， 我出了啦，我走了啦。了，等到 1 year about 9 months or 1 year later 嘅時，出書，一出書。你 imagine 啊，這個 building 啊，有3個 story 啦，是一大 building 嚟。OK， 幾難面。3層樓啊，你講3層樓3個 story， 是3個數啊。然後這個 building 各有 basement multi-level basement 嚟。OK， 伊 basement 隔兩是 office 嚟。OK， 有做物件。伊出書嘅時，伊個 one of 伊個物件爆炸。爆炸 to the point that 一規個 building 嘅搖。Oh my god！ 然後隔籬人甲佢走出來。And then 有人着傷哦。你聽下先，爆炸，隔籬人甲佢走出來。Then 伊 on the you know the most important 嘅日子到底哪一邊美國就是伊拄好上日子知無？係咪上日子嘅係咪我唔明白？你91，所以隔籬人佢個錯咗啦，咁了嚇，走隔籬出來，然後伊個 building that section 啊，伊個 supporting steel beams 啊，歪個了，有，然後係個人咧，係個新人啊，無查某來，問伊個款我係 former coworker 教我講伊款人做，所以好彩是你查某無死啊。伊好彩伊 in such a position 啊 that 伊個 furniture 塌掉下在無，但 everywhere 咁樣處理個了在喎。
伊個 walls 個咧脆嘅了就，to the point that management 來甲我 former 頭，伊人 pressure 我頭 panic 伊走去別位，伊走去別位啊，個唔要緊啊，伊走去 because 伊 responsible 嘛。伊無 train 好時嘛，然後一個查某輪出來爆炸間 ，to the point that 這邊state news 啊本有在無，伊出 state news 啊 ，TV 本有在 ，TV 唔講在啊，特別伊人砍起來，哦 ，because 我人做嘅 project 都是未使講嘅。Project DMI，OK，感謝。冚起來，特別我出嚟頭咧，伊走去新嘅位，then 你第二拍都是伊新嘅位，伊嘅 position 更加懸。哦。你第二點，依家搞咯伊，你第一還是諗下你第二時啊？咁時各位聽眾，先生，這裡咪揾特別咖啡呢，就是老趙聽到講佢哋第二拍誒大頭，個奧迪杜啦，個中啊，南西啊，豆嘅啊。拜拜。到法國即係300呢？冇，對300小姑冇對來啊，冇關係啊。แล้วก็110啊，個啲MP 個條林布里按鳥個困，而且困起了係好屌，我諗佢困起了未？阿龍困了未？伊若是無困，我掉咩表？伊無困，我掉咩表？無啊，無法，無通掉咩表，我就成日困啦。困咗啦，困起了。伊若是講你阿妹只搭飛機無來，特別是困起啊。啷開過一幾日添正落了，啷到對住自己隻 room 是 still 啲個。感謝各位聽眾先聽，禮拜再見，拜拜。希望咱多講對去得一人會講樣白島會講嘅物件，做講物件，一物件未講過。所以白島若是攞機會，咱個再講幾部上嘅你做講嘅故事。下禮拜過嚟希望講新嘅話題，拜。拜拜。